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来讲迄天，我去找阮知己的，恁拢知名，甲我同款一日国阿国啊，北部出名的电台主持人。结果我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尔，伊目头又甲手摕一张纸一直前，对面阁坐一个人，看到我入去讲，国正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个叫做阿龙啊，伊伫反应真会通。煞毋知影我接到传票，人来甲我告，伊讲吼要替咱去走总。高正啊看到阿龙，我就感觉安尼怪怪。袂等我开喙，这个阿龙煞先甲阿国啊讲，爱替你走总无毋对，毋过用罔用，看命爱钱，法官迄边嘛爱处理呢。一句用罔用，看命爱钱，这正民间流传，甲巫术、甲宗教信仰有牵连的俗语。意思讲吼，看命先啊淡遐用罔用，你若叫伊甲你看命，嘛爱代价呢。安尼叫做用罔用，看命爱钱。意思讲吼，法官就爱洗红包才讲会行啦。台湾即马司法遮尔清气象，各种听就知影，即个来县八道边的，咱讲司法恩怨就对啊。我一阵双手对桌仔顶搭落，茶无看啉，先甲对面即个阿老问讲：啊，感冒影遮尔盛，结果换伊甲我应啦。感冒影插头关久嘛会入神，你敢毋捌听？即句原来俗语，原来俗语册内底无记载，民间有咧流传的，啥意思？讲即仙刻出来不啦？但是开工点眼了后，就变神尊。你看的是插头哦，无影。经过开工，你不管时，安尼三更清香咧甲拜，这个官就是关当机的官。意思讲吼，你安尼甲神，你安尼甲符久嘛会入神啦。高正听伊安尼讲尔，真正确定讲这个毋是神类，毋是正经人。结果我袂甲因，伊继续讲，连法院门口扫涂骹爱甲法官讲两句啊，都会当救你的命。所以你毋通无信，插头关久嘛会入神。高正听着讲毋通无信尔，我真正惊讲，我这个人下久袂论的少，算有正义感的。我将对嘴甲赌，讲信遐济哪拜会完。这句原来民间流传的俗语，意思讲吼，若每一件神人咧讲有灵性，你就信啦。到尾啊，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顶甲无走，你家己的头壳摸咧烧，所以信遐济哪拜会完。高正讲这站故事，虽然我家己编的，不过我咧坑人讲第一，若真正卡着官府，拄着法院的代志，咱爱找律师，唔通找迄个来路不明的人。这正是民间重要趣味的俗语，甲你做参考啦。